辛苦各位，今天在外面淋雨，然后不好意思，这个雨不是我带的。欢迎大家来到海边的孩子最后一场我们的约定，谢谢各位。就是在上个礼拜就知道这场可能会爆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有很大的场地表演的时候你们都不来。打到最后一场选那么小的场地，然后挤在这一边，所以你今天比较有空就对了。好，然后不管如何，你们都来了，然后海边的孩子今天也是最后一场，然后这些演唱会的收入都会带回去部落里面当做部落青少年的教育基金，很重要的一个资源这样。那也谢谢你们这样小额的投资，让我有一点点小小的能力回去为自己的部落做一些事情。下一首歌我心所属，献给各位。